人可以。係中意邊個就邊個上嚟唱就得㗎啦。隨時隨地都可以有咁好嘅歌聲。阿廖議員啊，你唱咩歌咧？我唱首比較勵志啲嘅歌。好啊！世界由我做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好，俾啲掌聲！俾啲掌聲！我都首先咧都恭祝郵政太極拳研藝社咧係會務興隆嘅，在座各位身體健康。我呢首歌都係比較勵志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多謝，俾啲掌聲啊！幻變後，一切會如舊。人的一生要闖漫長路。身走遍千山萬尺土，誰人面對成負這國度？縱是受酸創傷都強渡，風雲幻變後，一切會如舊，崎嶇是對手，始終闖出頭。活路似風暴，那佢命運像惡徒，學會退一步，世界由我做，信心是瑰寶，我信有天一定會好。人的多謝多謝。孤身走遍千山萬尺土，誰人面對成負這國度？縱是多謝梁哥，多謝。風雲幻變後，一切會如舊，崎嶇是對手，始終闖出頭。窮途末路似風暴，那佢命運像惡徒。學會退一步，世界由你做，信心是瑰寶。我信有天一定會好。大家都係咁話啦，大家努力去打拼，一定有回報。對手始終闖出頭，窮途末路似風暴，那佢命運像惡徒。學會退一步，世界由你做，信心是瑰寶。我信有天一定會好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